这是今天的晚餐。去到每一度，點解總會有得嘈？難道繼續困死音？濕小氣到，我有一路清楚。我有不同，談話數來任你講卡都好嘈。走去一個冇壓力嘅地方，盡情釋放洗練人嘅眼光，黑色白色唔使得人面色，現實空間擁有無窮面積，有出有落，星空降落，音樂有音樂如無生命必要重現，邊一幕最值得會俾快樂？世世代代一個一個部落起落，邊度着落？望來福地，地球人已經忘記幸福。你未太空旅程一步內，由呢去到嗰度，嗰時未到，嗰時行動，仲要去邊度執到？緊認天路，走路。